1秒電影24格，16:9任意拍。你要嘅電影深度或者無聊，盡在電影24房。歡迎嚟到電影24房，喺呢度每一格畫面都係電影未死嘅證明。夜魔俠終於帶埋佢嘅地獄廚房翻嚟地球啦！ Thank you for finding the time. 大家好，我係李輝。如果想了解我哋用行內人嘅角度了解唔同嘅電影，歡迎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咁嚟緊我哋可以同你一齊去探索唔同嘅影視作品無限可能啦。好啦，終於等咗咁耐夜魔俠終於翻去 Disney 宇宙，兼且有佢嘅主屬劇集啦。咁我都等咗好耐啦。我 Marvel 入坑Iron Man 就當然係其中之一啦。但係 Netflix 嘅呢一個地獄廚房宇宙對於我嚟講，其實嗰班角色同埋嗰個劇本嘅塑造令到我都覺得原來英雄人物寫嘅方式可以係咁具有深度。咁而等咗咁耐啦 ，Disney Plus 都終於搞咗咁耐花神都終於拍得成，兼且上映到 Daredevil 嘅 Reborn， 我哋嘅夜魔俠重生啦。每個禮拜三佢都會更新一集嘅。咁而佢今日啱啱佢更新咗就頭2集嘅。咁我已經迅速睇完，幫大家 screening 過啦，係完全冇問題嘅。咁呢一個嘅影片我哋會分開2部分啦。第一個部分我哋就會有呢個嘅懶人包啦，而第二個部分就會講一講我對呢套劇暫時睇咗呢一個嘅感覺係啲乜嘢啦。咁事不宜遲啦，如果你好驚我劇透，你好想自己去欣賞，但係你想睇下我講嘅評價係啲乜嘢呢？歡迎飛過嚟呢一個嘅時間。OK， 咁我哋準備開始懶人包劇透啦。喺第一集一開場就係已經事隔多年啦 ，Matt Murdock 啦、Foggy 啦同埋一個 Karen 嘅呢個嘅律師3人組係享受緊一個好輕鬆嘅時刻。不過大家有睇都知道啦，呢啲咁輕鬆嘅時刻純粹都係捧高，令到你覺得開心，好快就會墮入地獄。咁冇幾耐Matt Murdock 嘅好朋友 Foggy 佢就收到一個電話，佢誤以為自己嘅 client 受到呢一個嘅偷襲，但係原來呢一個嘅電話係一個陷阱嚟嘅，真正個殺人嘅兇手就係 Blue Eyes。Blue Eyes 係一個第3季 Daredevil 嘅角色，佢一開手就已經進入咗呢個酒吧入面大開殺戒。Foggy 亦都係身中數槍倒地嘅，咁然後即刻有一場一鏡到尾嘅史詩式級打鬥，咁由地下打到上天台。喺過程中 Matt Murdock 發生呢個 Daredevil 同佢一鏡打到尾啦，打到最尾嘅時候，佢發現佢嘅好朋友 Foggy 已經係流血不止，無法得救啦。喺呢一個嘅情況底下，佢捉住 Blue Eyes 喺天台，憤怒嘅情況底下，一手推咗落去天台。雖然鏡頭最尾顯示佢係冇死到嘅，但係 Blue Eyes 嘅推落天台已經證明咗 Daredevil 係動咗殺心。喺經過咗打鬥之後一跳已經過咗1年嘅時間啦。Matt Murdock 已經脫離咗地獄廚房，佢覺得自己冇辦法再成為到 Daredevil 啦，亦都冇辦法再留喺地獄廚房，所以佢喺紐約開咗間大 firm， 並且透過一個助手介紹咗一個心理醫生俾佢認識，2人亦都墮入愛河嘅。Blue Eyes 同時間進行緊一個審判，咁喺頭2集就冇好講到呢個 Blue Eyes 雖然冇死，要進行呢個死刑嘅審判，後面仲會唔會有佢嘅戲份係未知嘅。我覺得就留咗條伏線喺度。咁另外一條好重要嘅線就係金霸王 Wilson Fisk 亦都唔再留喺地獄廚房啦。佢一開始同佢嘅妻子 Vanessa 講佢想衝出呢個地方之餘，佢要辦一番嘅大事。咁呢一番嘅大事原來佢就係想競選呢一個嘅紐約市市長。咁而 Vanessa 就同佢講話冇問題，你出去闖，你嘅黑道生意我幫你搞掂晒佢。而喺呢度就進行咗一個再跳躍。經過咗冇耐之後，劇情上已經講到最後呢個 Wilson Fisk 喺公眾同輿論同埋佢嘅競選團體嘅推波助瀾底下第一集尾佢已經成為咗紐約市市長。而 Matt Murdock 知道咗呢個消息，佢深信呢個 Wilson Fisk 金霸王冇可能咁真心願意會想為紐約市付出，做一個好真心服務人民嘅市長。於是佢去咗見 Wilson Fisk， 要挾佢，同佢講你究竟有啲咩陰謀。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完咗第一集啦。咁而第2集一開頭就係有一個叫做Hector 嘅男性前軍人就去到地下鐵嘅時候，發覺就有2個人毆打緊一個男人。咁佢正義心起嘅時候追趕呢2個男人，然後呢2個男人同佢喺地下鐵嗰度產生扭鬥，其中一個男人叉錯腳跌咗落個軌道嗰度，俾個地鐵撞死咗。事後另外同 Hector 糾纏緊嘅男人先露出佢嘅身份，就係 show 佢張委任證出嚟，就話其實佢係一個 police officer 嚟嘅。咁而呢個 Hector 即場就俾人逮捕咗啦。咁而逮捕咗之後 Matt Murdock 喺偶然嘅一次情況下知道咗 Hector 呢個男人啦，佢用佢嘅聽力啦，好快就已經留意到其實呢個 Hector 係清白嘅。佢唔係外間所講一個殺警察嘅兇手，
而佢係當初真係出自一個正義嘅真心咧，係想制止一個打人嘅局面。Hector 有好清楚講到就係話，整個嘅打鬥事件完咗之後，個警察咧先 show 出佢個委任證啦。呢個全世界啲警察一樣噶啦，係咪都係打完先 show 委任證啦？Murdoch 相信咗，但喺調查咗之後，發現 Hector 係喺夜魔俠消失咗喺呢個城市之後咧，有另外一個正義義警。原來咧 Hector 嘅另外一個秘密嘅身份就係一個叫做白虎嘅角色嚟嘅。咁呢度咧就一面進行呢個審判啦。咁而 Murdoch 咧為咗呢個 Hector 嘅辯護咧，亦都開始去揾翻當日呢件事嘅真相係啲乜嘢。上一集頭先有講到啦，就係金霸王咧競選成為咗紐約市市長之後，其實係一直得唔到大部分政府人員啦以及 Murdoch 嘅信任嘅。咁 Murdoch 咧就喺餐廳度咧再同佢見面，同佢進行咗一個好深度嘅對談。Murdoch 係好想金霸王唔再作奸犯科，咁亦都係要挾過佢，就係話如果你再做任何對呢個城市不利嘅嘢咧，做一啲黑道嘅行為，我夜魔俠係會出現翻喺呢個城市入面嘅。喺金霸王嗰邊咧，亦都好得意地咧就話：喂，我而家咧其實係準備有個新嘅法案，係要取締晒呢個嘅義警。咁其實喺第一集佢有講到啦，佢有講到3個嘅角色嘅。第一個咧就係一個心口咧着住骷髏衣嘅人，就係 Punisher 啦；第二個就係着住蜘蛛裝嘅人啦，就係蜘蛛俠啦；第三個就係頭上面有隻角嘅魔鬼，就係 Murdoch Daredevil 夜魔俠。咁佢有好明顯講到就係話，佢唔希望街頭再有義警。金霸王好希望佢能夠用法律嚟到完整翻紐約市呢一個嘅地方。咁而喺個對談入面咧，亦都有一樣嘢好得意，佢知道第一集阿 Murdoch 咧用呢個 Daredevil 嘅身份拱咗 Blue Eyes 落樓，佢有問到佢：喂，其實你嗰一刻動咗殺心，個感覺係咪好正啊？咁好要留意翻就係、佢嘅呢個問題其實係會牽涉咗好多集。其實夜魔俠嗰個傳統就係打一集交咧，要有3-4集咧，嗰個內心戲要鬥爭翻嘅。翻去金霸王嗰邊，金霸王雖然成為咗市長，但係唔受到任何人嘅信任，包括係警察局嘅局長。而佢最後咧，亦都真係用一條好衰格嘅橋咧嚟到控制翻警察局局長。話說呢個警察局局長咧，原本諗住辭職唔做，諗住用嚟要挾金霸王，但係金霸王就發現咗佢嘅底細，就用咗佢一啲嘅黑材料咧，試圖控制佢嘅行動。咁咧，而呢個最尾咧，呢一集嗰條線就翻到去 Murdoch 咧，決定要幫呢白虎去尋找呢個證據嘅時候，佢決定要揾翻當日嗰2個警察，包括死去咗個警察喺最後嗰打鬥入面，其實仲有一個小混混在場嘅。佢原本係毆打緊嗰個小混混嘅，所以佢要揾出呢個小混混係啲乜嘢人。而佢最後咧偷聽到呢啲警察，佢哋揾到呢個小混混，最後揾到呢個小混混身處嘅位置，帶走咗佢，保護咗佢安全。但係呢個時候，嗰啲黑警就上門，見到佢放走咗嗰個小混混咧，十分之嬲，就發生一場激烈嘅打鬥。咁而喺個激烈嘅打鬥咧，原本 Murdoch 咧都唔想用一個拳腳交嘅身份去應付呢個場面，好似控制唔到自己嘅血性，亦都係不得不使用暴力。最後係將呢2個警察打到落花流水。佢發出咗一下哮叫，可能係佢覺得呢個感覺非常之正，亦都係感覺到點解又要再度使用暴力呢？呢一集最尾個位咧停咗喺金霸王當選咗紐約市市長之後，好多嘅傳媒發現佢同 Vanessa 咧係冇公開露過面嘅。原來 Fitz 即係金霸王咧發現咗佢嘅妻子咧其實係另外有情人，但係 Vanessa 咧亦都覺得金霸王咧自從當選咗紐約市市長嘅前後咧對佢好冷淡。於是佢哋就去見咗一個嘅心理輔導員，而呢個心理輔導員咧就係夜魔俠 Murdoch 嘅新情人啦。仲會唔會有新角色咧？譬如話頭先講過蜘蛛俠嗰啲會唔會出現翻咧？又或者係都幾確定 Punisher 已經係會出現啦，但係會用一個乜嘢嘅方式去牽涉喺現有嘅故事線入面啦，定係開一條全新嘅故事線咧？咁就要睇往後嘅集數啦。好，咁講咗咁多啦，講一講先。其實咧，大家一直都好擔心咧，就係喂迪士尼今次攞翻呢個 Netflix 嘅版本，而迪士尼對上幾套 Marvel 嘅劇集好似個成績唔係咁好，同埋出到嚟個質素唔盡人意喎。咁而你迪士尼不嬲拍開 Marvel 嗰個劇集嘅版本都係好光明、好分離，呢個世界係好白淨噶嘛。咁你做唔做到 Netflix 嗰版本？咁而我自己覺得咧，就係睇落咧個分別係完全唔大嘅。佢的確係可以保留翻以前 Netflix 版本。我自己幾欣賞幾個點咧，就係人物嗰個情節互動、嗰個關係嘅發展係非常之緊密啦、細緻啦、細膩啦。咁而個故事線咧，佢開好多啦，即係佢一集入面咧，佢開好多條主線，但係佢好清楚話俾你聽，佢做緊嘅係啲乜嘢啦。咁而大家都好 concern 啦，喂，咁動作拳腳交係點先？
動作都唔需要擔心嘅。嗱，第一集開場嗰個咧，真係佢哋擺到明就係話俾你聽話，我呢個一鏡過由地下打到上天台，以前你哋見到咁嘅嘢，就係我而家做到俾你睇，我一樣可以繼續去完成到呢一個嘅質素俾你睇嘅。不過我唯一覺得咧係有少少分別，呢個分別咧冇好與壞嘅，純粹我見到一個分別咧就係 Daredevil 嘅呢個新嘅版本咧，佢嘅動作係冇咁貼地喎。佢冇咁貼地嘅意思係咧，佢有一個武器係有 wire， 但係咧喺舊版嘅3個 season 入面咧，就算佢 even 有用 wire 去做一啲飛棍嘅動作啊，或者係用呢個勾住一啲嘢啊，但係唔會去到話蜘蛛俠式咧，話我一嘢就可以飛3-4層樓啊，由呢一層樓去到飛到嗰層樓。我記憶中好似係冇咁樣嘅，但係今次咧係偏向打鬥上係多咗少少漫畫化，有少少重咗特效、重咗手嘅。再翻返去劇情度咧，其實我幾欣賞咧就係一直以嚟其實 Netflix 版本對我嚟講好細膩地去進入嗰個世界，佢係慢慢佢就話俾你聽，我係有咁多集，我就係要慢慢鋪，佢唔會好快地去俾一啲嘢你。但係今次咧，我會見到咧就係有啲嘢好似飛快咗，有啲嘢跳咗。譬如話金霸王去競選市長嘅時間咧，我一開始咧就以為應該係講佢由唔選到選嘅過程入面用咗啲咩招數，我選嘅過程入面佢又點樣去同 Daredevil 打交道，應該會有一個好長嘅時間。但係時間一跳咧，第一集已經話俾你聽佢做到啦。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係佢哋好想有個核心嘅故事要話俾你聽，定係要點樣？所以時間上、時空上嘅一個飛快唔知咧。咁而去到最尾，如果你係呢一套劇你以前係未睇過，而今次你見到好似有一套嘢幾想去睇嘅，咁需唔需要補習翻前面嘅季度咧？我可以答你係需要嘅，因為咧全部角色咧佢入場咧係帶咗好多嘅 prehistory， 甚至係如果頭先如果你冇睇劇透啦，呢啲 prehistory 咧，如果你唔睇咧，頭一兩集咧發生咗好多嘢咧，你係會不知所以，你唔係好明點解跳得好犀利，你會覺得有一種唔係好銜接。咁所以咧，用你嘅方法去揾翻 Netflix 版本1、2、3季，好值得追嘅，好值得去追看翻。因為如果你係唔中意 Marvel 嘅朋友仔，你會睇到一個完全你理解中唔同嘅 Marvel 英雄世界。而我非常之高期待啊！對於佢之後嘅集數，我嘅感覺就係咁啦。咁唔知你自己又點睇呢？睇完頭兩集。咁如果你有啲乜嘢嘅意見，或者你都想我繼續喺往後嘅星期三咧，每一集都去有個快速嘅懶人包，以及後面嘅一啲嘅預計猜測，不妨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咁我哋就下集再見，拜拜。